带着一个十字架，耶稣求他按手在他身上。那而佢只能開結的人來見耶穌按手在他身上。耶穌喺眾人後，耶穌領他離開眾人到一邊去。耶穌為什麼要把他就是領他離開呢？點解耶穌會將佢離開呢？你醫治就醫治，醫就醫啦。為什麼是有什麼見不得人的事嗎？有啲乜嘢係唔能夠見得人嘅呢？其實他就是覺得時間還沒到，不要太過張揚。但係其實就係佢覺得時間仲未到，唔好太過張揚。甚至他這樣做之後，甚至咁樣做之後36節，36節，耶穌囑咐他們不要告訴人，讓他們越發傳揚開。耶穌囑咐他們不要告訴人，但他越發囑咐他們越發傳揚開。